配合108年的新课纲，台南市创办专题授课课程博览会，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，甲其他县市偏向静态无同，台南市动静态拢有，不但充满活力，而且更加吸引人，提供各校来互相观摩。在今年的课程博览会，我们的主题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着许多各个学校，不管是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他们的一个课程内容的特色，所能形塑的一个教学的目的，然后能够彼此切磋、彼此观摩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华山论剑哦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包括实教，包括这个实课实际的讲授课程，还有包括许多静态的、动态的活动跟展示，能够让更多包括教育界的朋友，包括许多的家长，甚至包括同学本身，都能够看到其他每个学校他们的一个课程特色跟教授的方式。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，台南市伫新课纲的推动，除了强调在地课程，另外嘛要有国际的思维。今年课程博览会呈现的拢是强调各校如何将课程延伸到社会环境。亲像关灭区的宝东国小，带领学生以往来为本来展现望见未来。大湾高中的学生，这是透过英语来讲台湾的价值等。东港的活动，除了有超过60档的教学成果互动展，另外嘛有学生现场来发表学习成果，甲山顶的直播等，欢迎全国师生共同来参观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